孔子曰：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论语中。子张曰：何谓四恶？子曰：不教而杀，谓之虐；不戒事成，谓之暴慢；令治其谓之贼由之与人也。出纳之令，谓之有司。孔子曰：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论语中。子张问于孔子曰：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子曰：尊武。美平四恶斯可以从政矣。子张曰：何谓武美？子曰：君子惠而不费劳，而不怨欲，而不贪泰，而不骄威，而不猛。子张曰：何谓惠而不费？子曰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则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愿欲人而得人？又焉贪君？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子张曰：何谓四恶？子曰：不教而杀，谓之虐；不戒事成，谓之暴慢；令治其谓之贼由之与人也。出纳之令，谓之有司。孔子曰：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论语中。